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才。国内伫今日增加7个本土病例，其中有大家是传播感染源。指挥中心要公布病例活动行踪，请民众要特别注意。指挥中心防疫是9到第2日禁止户外500人、室内100人以上活动，代替高铁也拢禁止食物件。讲到今仔日上界热的所在出现伫台南南华有39度高，若讲到要落雨，可能要等到5月中过后。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7个本土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指挥中心也宣布讲，进入到第2阶段的社区感染，也因为逼出本土病例所在拢是无共款的，进也当咧追查感染源。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也强调讲，社区警戒会观察到6月初8，请民众要提高警觉。环保局人员伫大街小巷大规模环境消毒，因为国内传出感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包括着新北市的新庄甲芦洲地区，红点名的店主早就已经将铁门揪来，暂停营业1天进行消毒。距离现在有一段时间了嘛，只是要求我们2个服务人员去做一个裁剪而已，好了，叫我们说再加强消毒，就可以继续营业。我早上才听到说那个。卫生局的时候叫我们要先把它整理好，现场先有那个确诊人来过。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出现警讯，雄雄新增加7个本土病例，除了华航乐富的事件新增加1个确诊病例，另外佫新增加2个感染源不明的社区感染。按1101是本国籍40多岁女性，是按1187华航机师做伙大个牵手，最近无出国，也无疑似镜头，因为先生确诊，经过卫生单位安排采检了后也确诊。另外2件社区感染，其中1件发生伫宜兰罗东，是按1202本国籍30多岁女性，是银河毕加乐幼艺场的员工，个按5月初9出现胃寒、家燥、发烧这个镜头，去病院就医，也甲采检了后确诊。经过卫生单位紧急列做接触对象，并进行采检，发现按1208、1209，也甲1211，三人拢是按1202女性同事，其中2个人无镜头。另外按1210是幼艺场定量期的人客，30多岁男性，同款换确诊。另外1件社区感染是新北市芦洲出事的，按1203是本国籍60多岁男性。5月初7出现先家扫胃寒，2天后因为发烧去病院就医采检才确诊，感染源也有待查清。外团个案是新北市5股西亚会前会长，对这件代志，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一条当中暂时无做说明。他本身现在目前处于一个退休的情况，那所以退休他时间就相对的余裕，所以参与一些相关的活动就比较多。那我们现在也在持续匡列中。因为罗东幼艺场爆发本土规定感染着，指挥中心也公布按1201活动卡日，伊伫下档为着的期间5月初7至初9，透早0点至早起8点，伫银河毕加乐幼艺场工作。另外按1203的活动卡日，伫5月初4暗时捌去过新庄金花亭餐厅，5月初6去过芦洲来按摩芦洲中安店，也甲大风车婚宴会场。但是中警告，咱国内即马已经进入社区感染的阶段。现在已经进入社区感染了。我刚才一开始讲，最后没有7例，那等于是有2起的一个社区的感染，那1例是有这个5个的一个群聚，那另外1例到目前还是一个个案。这2个不明社区感染事件，其中有3个案例是家己去病院急诊就医，有2个医师发现好亲像是镜头了后安排采检才确诊。指挥中心会发放予伊奖励金，但是中强调，这2件不明感染事件，社区警戒会观察到6月初8，也就是2个传染周期，所以呼吁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日国内增加7个本土病例当中，有5个是伫咧宜兰罗东的一间电动间。指挥中心表示，电动间的群聚感染目前是初步感染源，也继续调查。另外，上界关心的就是热天时的东莞节敢会停办咧。宜兰县长林姿妙说是无来讲明，干那讲到目前是防疫优先。清洁队针对大楼甲周边环境消毒，宜兰罗东这间银河毕加乐幼艺场逼出5例群聚感染，互附近民众是心惊惊，伫咧共同大楼住户表示为安全，决定暂时搬走。就是说楼下有确诊。哦，对，也没有强制叫你们不可以来这里住。对呀，对。那有建议你们怎么样吗？
当然是搬走啊。所有的全罗东镇的这个国中小，还有我们的社区，还有这个我们的夜市，还有我们的这个市场的周围，做全面的一个消毒。指挥中心指出，一直控制在本国籍30多岁女性是金河北角路观光，查到出现胃寒、全身无力、家属发烧到病院采检查确诊。卫生单位接到通报了后，将个案共大家属同事加上去35人列为居家隔离对象，过采检。目前有4人核酸检测阳性确诊，但是中指出这群组事件甲华航诺福特无关系，目前依然找无感染源。那至于讲那几个路径，我知道我们到现在的疫调还没有看到，就刚才最后疫调的好像是每天就是在11点多骑摩托车去上班，然后8点多下班，然后在家里睡觉。传出确诊者捌去麦当劳、宝雅、青高夜市等，但是中表示目前疫调也无显示，佮已经要求游乐场业者暂停营业，所员工居家管理，其他楼层住户甲业者拢要做切管理，出现相关症状，爱通报卫生单位，唔通家己去看医生。宜兰县长林祖明关键开记者会宣布配合中央防疫升级，即麦开始到6月7日停办户外500人以上、室内100人以上活动，亲子馆暂停开放，专馆大消毒。立刻进行全县大消毒，出入公共场所要戴口罩，还有呢，没戴口罩则罚3000元至15000元。如果说升温再多几例的话，就要停办吗？可以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吗？目前防疫优先。对7月动员节是毋是照办？林祖苗真保留，强调目前防疫优先。传出有确诊者去过其他县市，县府也在做相关疫调。另外，这礼拜各种会考会比较相关规格禁止会考。宜兰某一间高中接到通知，有其他学校学生家长确诊。卫生局强调，目前学校拢是安全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仔日国内增加7个本土病例，其中有6个是传播感染源。疫情指挥中心也烦恼讲，病毒已经进入社区传播啊，赶紧甲防疫警戒纠关到第2级，实行6大防疫措施，包括着爱挂嘴暗、徛名制，取消室外500人、室内100人以上活动，高铁代替客运也拢禁止食物件，也取消徛票。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呼吁民众，疫情出现新状况啊，大家就要较认真的。大家该收心了。行政院长苏贞昌向民众发话，呼吁要用谨慎的态度面对台湾新冠疫情的新状况，大家袂当放松松。当不明感染源的疫情再起时，根据我们的规定，必须提升防疫等级。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用4个礼拜，也就2个周期。就到6月8号，我们把防疫提升等级，加大、加强、加码。在医指挥中心宣布新增加7个本土确诊病例，其中还有病例感染源不明，各惊疫情已经进入了社区里拖。指挥中心唔敢大意，把疫情警戒提升到第2级，即时实施到6月7日。6个防疫措施包括进出有高感染传播风险的场所，专程爱挂嘴暗；集会活动爱落实实联制，嘛爱有流量管制；取消户外500人以上、室内100人以上的活动，无法度落实防疫的场所，必要的时阵爱强制关开。到餐厅用餐嘛爱实名制，坐台铁、高铁，搁有客运禁止食物件，取消徛票，全面进入了警戒状态。不吃东西可以，但是站票其实可以限制啦。在车上不用餐我是觉得应该是可以的。疫情再升高的话，可能会就要快速的话，就要搭高铁啊。坐高铁、台铁，搁有客运，目前拢爱挂嘴暗，搁有量体温。因应疫情的变化，未来4个礼拜拢袂当伫车顶食物件，真侪旅客拢会当体谅。交通部配合指挥中心防疫升级，搁有限制规定，邮局内底嘛禁止食物件。15开始对号座无卖徛票，相铁的车站大厅暂停，也是延期组织，而且停办活动，来避免群聚。娱乐景点也有大型的群聚活动进行总量管制，而且伫相关的场所加强清洁消毒。另外，因为警戒期到6月7日，6月中旬是5日节连续假期，高铁车票这礼拜各买卖。交通部指出，未有徛票，该互自由坐坐额满，毋过嘛会看到时阵疫情状况来随时做调整。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国内出现7个本土病例，有6个找无感染源，其中1个就伫咧新北市。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呼吁中央政府，就要针对着高风险区域的接触者全面体检，而且范围要掠搁较宽。确诊个案北去过泸州和新增的学校，对即马开始也暂停对外开放。台北市的部分也宣布讲，要取消毕业旅行、毕业典礼改做是线顶举办，明仔载也会公布各种会考的防疫办法。工作人员来回消毒，新北市出现不明感染源个案，进前捌去过泸州甲新庄，新北市府赶紧消毒疫情卡者。侯友宜11紧急开防疫会议，即马开始到6月7日，提悬防疫层级到第2级，比较社区感染。各呼吁中央针对高风险区域接触者全面普筛扩大口列，要扩大宽列，扩大裁剪。如果再有个案，应该进一步在高危险区域里面做普筛。新北市公布，全国500人以上携带100人以上停办活动，加强稽查8大行业，或者无合格暂停营业。携带集会爱挂催安，全国无法度全程保持社交距离爱挂催安。8大场所劝离无必听开发，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提悬消毒频率，禁止食物件。风景区限制每2平方公尺，敢有1个人。文化场馆甲营业场所人流控管，病院甲护理之家禁止探视，住宿型长照机构。采取实行探视，泸州甲新庄校园暂停对外开放，因为出现不明感染个案，台北市唔敢大意。市长郭明泰也决定提升防疫层级。有一阵子没有疫情比较趋缓了，大家就不注意。从今天晚上开始，8大行业10连制严格执行。台北市活动，全国500以上携带100人以上活动停办，包含中青路啊旅游、5月16日开斋节、小巨蛋演唱会、8流大型展演、病院禁止探视、毕业旅行、户外教学、老人共餐课程全面取消停办。毕业典礼改做线顶亲子馆活动，限制伫100人以下。电影院除了限制伫100人以下，一个采取梅花座。大众运输禁止食物件。台北市提悬层级，要防堵疫情化开。校园全面暂停开放，相关各种会考的防疫办法会伫12公布。记者综合报道。除了本土病例以外，国内今仔日也增加4个境外病例，拢是对印度入境的，其中有3个人拢是坐5月7日航班入来台湾，这个航班入境到今已经有5个人确诊了。国内阁新增加4个境外移入确诊的个案，其中3人拢是本国籍，为印度入境，也拢有坐飞机3天前检测阴性报告。指挥中心表示，按1204、1205、1206分别伫2019年12月、甲今年3月以及2月去印度工作，其中按1204无镜头，按1205、1206伫4月26至28、甲5月73出现家扫者的相关的镜头。3人伫5月7日坐同一个班机返来台湾，采检了后确诊。那1204入境后到检所检疫，并在5月9号接受采检。那按1205及1206是在入境的时候有告知说有相关的症状，所以在机场采检。那3人皆于近日确诊。按1207是印度籍20外岁女性，长期伫台湾工作。今年4月22回去印度处理私人的代志，伫5月7、9来台湾，有摕坐飞机前3天检测阴性报告，入境了后到集中检疫所检疫。5月70接受采检确认 CT 值30。在台期间没有症状，那同班机的接触者1人列为居家隔离。指挥中心表示，新增加境外确诊的3位本国籍人士，加70确诊的按1192、1193是坐同一班飞机的旅客。截至目前，这个班机已经有5个人确诊，全飞机旅客71个人已经为居家检疫，改做是列做居家隔离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国内疫情又搁再夹起来了，也增加民众去注疫苗意愿。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的统计，讲目前 AZ 疫苗已经注101376人，到昨为止有21件的不良反应。人排甲真长，拢是来排队注疫苗。这是高雄小港病院目前以来，逐工提供75人，互自费甲公费民众注疫苗。院方表示，疫情相关，这几工逐工的剂量拢有注了了。注这就是讲，咱莫带互别人困扰，嘛是莫家己增加困扰，保护家己啦。我目前应该还不会施打，因为才刚进来，就才没多久这样子，觉得可能不太稳定或什么的。
除了工会，也有民众无出国计划，有人愿意自费做疫苗，替家己买保险。也毋过，也有人也等来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统计，目前疫苗已经做101376档，出现21例不良反应，大部分拢是淡薄发烧，也毋过只有1例状况较济。接种后2天有右侧的头痛、耳膜发热，右手右脚轻微麻的症状。那曾经住院进行影像学评估检查，那血小板数正常。疫情相关做疫苗的民众踊跃，另外诺福特旅馆着病事件，进前3例动症技师甲诺福特员工恢复状况良好，有希望离开家号病房，也毋过新增2名动症，也是诺福特相关同仁。诺福特事件相关的同仁，有一例后来就是在上礼拜也有先行插管，不过现在状况也在好转当中。诺福特着病事件，着病的人症状拢在改善。另外，在医新增的7例本土个案，杨尚顺讲，目前拢无动静。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防止疫情，华航打也扩大体检。为副部长陈时中今日表示，华航的运量应该会当维持伫8、9成。不过，有学者认为讲，航班减少，空运的成本会变低，国内产品若全附加价值较低，而且国际竞争较激烈的产业，恐惊就会受到冲击。为着赶紧来解除华航机师感染危机，政府要求华航执行7年计划2.0，一千200多名机师是全部叫回来检疫。运量大概以华航的估计，大概都可以维持到8、9成。对机组员非常的辛苦哈，整体的轮回的时间会比较长。那我还讲说，谢谢华航的机组员的配合。虽然陈时中讲华航研判运量会当维持8、9成，不过因为机师家己飞行的机种无法度来支援其他型的飞行机，佮加上这段时间以来，这疫情是愈来愈严重，并且空中货运需求来增加，机师也检疫了，就马上投入下一届的任务，这压力已经真大咯。专家是分析，7年计划2.0这段时间，要拿来调度维持航班，也是一大问题。国内2大航其实在人力调度上面，除了要符合原来民航法规的要求以外，现在也多了相关的一些防疫规定，当然就会对整个航班造成相当程度的一个影响。未来这段时间，华航货运航班减少的状况之下，各界嘛认为这空中运费可能来增加，并且嘛烦恼讲，该影响到国内晶片产业出口。这代志定阿个林电龙表示，未来受到影响。有经济学者是提醒，未来这段时间对着产品附加价值较低，阿个有国际竞争较激烈的产业来讲，也是一大挑战。举个例子来讲，像笔电，如果我们在台湾生产出口是跟其他包含中国或东南亚、印度这些国家竞争的产品，那个部分的这个受伤应该是会比较重的。一年外来，华航营运是靠货运紧起来，这个7年计划2.0嘛，互华航的股票绩效11号受到影响。这开盘17块1，盘中上加16块1，最后收跌16块4，是落1块4。学者认为，这7年计划短期来讲，对着华航营收一定会受到影响。不过，在长期来看，电导因为控制疫情了后，电导有利。华嘛表示，透过分组调派能力来维持营运，强调不是全面的停飞。即马初步估算，会来影响的部分，差不多是1成外的货运，这班表搁伫调整当中。记者张志雄、张志佳台北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今仔日全台湾上介热的所在，出现伫台南南华北寮有39.3度，附近的玉井也有38度半。这款的天气会热1礼拜左右。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全台湾最近拢是稳定的天气。若讲想要落雨，恐惊要等到5月中过后。今仔日全台湾好天烧热，一直到下晡1点外，全台湾紫外线指数差不多拢是叫我是危险等级，温度也一直呈现红怕怕规片。这种天气还阁持续1礼拜。北方的锋面系统在未来1周，我们看的资料显示，比较没有办法南下接近我们的影响我们天气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以今天来说，各地高温炎热，大部分地区的高温都在35度甚至更高。各地温度欠悬，南部县市温度升破38度，台南南华北寮39.3度是今仔日最高温，甘若是台南玉井的38.5度。烧热天气，互高远工作农民规身躯最好防备，都惊掉刷。用头巾啊，或是袖套啊，尽量让身体的皮肤不要曝晒在那个太阳底下。往年啦到即阵上届无，因为雨下到几啊届啦，涂骹你有淡，互你1半工会热，伊袂上，即摆足热啊。
拿台南、高雄同款小滚滚，山区的酸拿甲甲仙最高温分别有38°C甲37度9。平地虽然无山区遐尼热，毋过午后的日头，也有学生囡仔挡袂牢，爱用外套包头，防止晒伤。太阳很大，高雄是很热，可是它从来没有在午夜这么热过。高温互行路人挡袂牢，伫无冷气上课的囡仔同款真歹过。因应着极端气候，教育部指示中小学爱伫教室装设冷气。高雄龙华国小都预定下半年要整理电路，安装冷气。现阶段先用电信风，还是开窗仔门通风来降温。基本上我们每一间教室都有安装吊扇。那如果还是觉得不够的话呢，我们会再加以给予那个立扇。感觉无够凉，也有学生囡仔家己准备设计电风，甚至灵珠也是喷雾来降温。气象局提醒民众，最近出外一定要注意，唔通晒着伤，加补充水分。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全台湾最近拢是稳定的天气。想要听候到梅雨季，恐惊就要等5月底。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彰化大川有一间生产玻璃拢的铁铸工厂，下晡3点外发生火灾。伫咧工厂内面的物件拢是真容易着火，火阁变真大，乌烟是伫几多公里外就能看现。彰化县的消防局是出动真侪分队来斗拍火，火灾也造成一个人受伤，着火原因也搁爱调查。大火将厂房规个陷入火海，乌烟伫秤体顶。大火将规个厂房烧了了，员工赶紧走出来。要毋过想起工厂门口也有一个家属组，毋知影要安怎克服。消防人员赶紧抓水降温，就惊爆炸引起更加大的灾害。工厂厂长才拄走出来，手骨大片的小烫伤，要毋过看到厂房烧了了，情绪真慌，一刀拒绝就医。边啊弄，你唔知要输浓烟里面哦。我们先去医院看一下好不好？真的，我们去医院啊。爱去病的，啊无你边啊弄烟，你讲你输着做第呢？你等下可能就倒啦，我无甲你骗。位伫彰化大村一处玻璃拢铁厝工厂，在下昼3点外发生火警，因为厝内拢是较好烧的物件，火一烧无法度收煞，连几公里远拢看会到。消防队协助出动挖20台水车抢救。原本想要为边仔大排抽水救火，也毋过却因为欠水，一度救灾困难。延烧到隔壁的另外一间工厂，那里面也有油草，也有一些油草。那我们这边已经将另外一间的工厂已经做好防护，不会再延烧。这件火警造成一人烫伤，好佳在无大碍，也毋过挖8片的厂房规个烧了了，损失也爱估计，导火原因也爱搁进一步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南口的美丽华国路副球场，2018年的时阵，捌因为工会成员去奉溪头路发动罢工的行动，想袂到今仔日阁发生劳工不满资方甲公司拆做4间，而且阁甲几落位工会成员洗头路，因就决定讲要临时来发动罢工。有罢工警戒线分开球场出入口，伫南口的美丽华高尔夫球场再一次爆发劳资争议。工会不满资方将公司分做4间，各解雇几落的工会成员，所以经过会员大会投票，伫11透早3点半无意见宣布罢工。确保美丽华高尔夫球场场务人员不定期契约，不宜低于50人。公司如果要解雇，必须经过跟工会协商，工会同意。不然不得随便解雇会员。工会指出，资方伫4月初宣布，除了美丽华以外，阁要拆做行中、行美、美行3间子公司，阁转移员工。后来以经营需要的理由，资遣工会成员。工会后来修改章程，变更名称，提出劳资协商。不过劳资调解无成功，才发动罢工。而且伫2018年，都捌因为资方解雇18个工会成员，才提出着劳方发起12天的罢工行动。无想到即马又阁发生这个争论。我们劳工局这边已经召开4次的会议，但是双方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后续的部分，大概我们劳工局的部分就是会尽量让他们双方就是看安排他们双方尽速协商啊。今天没有办法打球的朋友们，说声抱歉，对不起。
我们当然也希望美丽华工会已经那么有诚意的，希望也能够协商的，希望球场赶快的恢复到谈判桌上面。因为一年不会只有一场比赛。罢工的行动影响上大，就是球场伫11月至14所举办的比赛。工会伫下晡前往比赛主办的公司去会室里，这个公司也宣布取消比赛，佮退行报名费予报名人。新北市劳工局也呼吁各界尊重理解罢工行动，也呼吁劳资双方赶紧回来到谈判桌重新协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期先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讲到印度疫情继续伫咧滚加，目前胃着病人数差不多是咱台湾的总人口数遐济。即摆也传出讲遗体伤过济，火葬场是无度处理，有人直接把遗体拼入去恒河内。另外，疫情也互印度经济受到真大冲击。印度第三大城伫南部的卡纳塔卡邦的首府班加罗尔，人口超过1100万，目前超过30万人确诊，死亡的人数持续升悬。街路四界拢会当看到小大体的景象。当地已经宣布5月7日至24全面封锁，违反禁令的民众所骑的机车当场去警方没收。一寡为外地来的移工赶紧伫封锁前坐车回去家乡。不过，也有可能致使到这个感染源不断扩大。班加罗尔，互人讲是印度的四股，是印度主要的 IT 产业大城，以外包跨国公司软体设计加技术服务为主。不过，随着疫情伫当地大爆发，已经对印度经济产值造成冲击。尽管是印度相对有较好嘅所在，不过班加罗尔同款面临呼吸器加酸素供应欠缺的危机。一寡病患必须3人同齐用一个呼吸器，当然疫苗的剂量也严重不足。To an extent, there is a failure. It should have been more rigorous vaccination. It does not happen. There seems to be a shortage of vaccine. 若是印度经济的大城镇孟买。当地疫情也真严重，热心的便当外送员唔惊互人感染到的风险，替伫病院外口等待患者免费送餐，希望会当尽家己的力量。印度媒体伫7日指出，印度东部的恒河边啊，看到30外区大体，好亲像已经伫河中差不多流4天啊。居民是烦恼，这是毋是未赴火化的新冠病情死亡的人，也需要等待验尸确认。不过，印度总理莫迪到即马也唔肯宣布全国封锁，敢若地方政府各人做各人的。美国传染病学权威佛奇也呼吁莫迪必须赶紧宣布全国强制封锁2礼拜至4礼拜，要加速注疫苗，无食印度疫情会影响到全球，包括到衫、医药、金融服务，也甲运输人力这个产业的正常运作。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讲到马来西亚疫情也是愈拖愈厉害，昨就增加3800多人去胃着病，目前一共44万人感染。也因为变种病毒真高拖，马来西亚首相宣布讲，6月7日进行全国封锁。本地5月12日是穆斯林的开斋节活动，伫咧他乡外里食头路的穆斯林，敢若会当透过网络和因的亲友做伙庆祝。伫高速公路顶头设管制站，车牌甲路长。全部拢是要入去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因为疫情扩大，伫7日一天就新增加3807例确诊。马来西亚首相尤姆丁伫7月宣布，10月开始实施全国的行动管制令。当地民众就讲，因为疫情的关系，薪水有时多有时少，而且已经真久无登去厝看爸母。Tambah pula barang-barang lagi mahal. Pasal raya pun satu hal jugalah. Ni dah nak dekat 2 tahun lah tak balik raya, tak boleh jumpa mak bapak. So of course lah dia terkesan lah kat diri. You know, seeing that there's a big spike in new variants, I also understand. And you know, if we tone down our celebrations this year, then you know, if it helps keep the virus at bay, that's okay with me. 伫行动管制令期间，禁止所有的社交聚会，学校停课，所有的餐厅禁止一个店内食，只敢人早走或者是外送，也禁止跨州关的移动，只有紧急医疗、工作加住房车顶进行例外。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
加沙走廊局势恶化，以色列加巴勒斯坦最近伫咧东耶路撒冷地区，因为铁道也有宗教问题，一直发生冲突。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就针对着巴勒斯坦的边境以及着耶路撒冷下火箭，以色列也对加沙发动空袭，上无有20人死亡。轰隆真大声。伴随火光照光夜空，以色列军方车集对加沙空袭，报复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针对耶路撒冷的火箭攻击。以色列发动这场空袭，造成至少2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死者包括9个囡仔加1名哈马斯的部队指挥官。Girls between the ages of 7 to 9 have died. How is it their fault? We were just sitting outside waiting for call to prayer. 以色列甲巴勒斯坦人连日伫东耶路撒冷发生暴力冲突，起因是以色列法庭顶日裁定赶走住伫谢赫贾拉社区的穆斯林居民，牵涉到敏感的种族甲宗教议题，引起巴勒斯坦人大规模示威。以色列军警强势镇压，就因为真侪摆进入穆斯林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暴力清场，激起穆斯林甲巴勒斯坦人的受气，冲突增级一个庆元。车集拄到以色列纪念1967年夺下东耶路撒冷古城的耶路撒冷日。以色列警方甲巴勒斯坦人再度爆发严重冲突。随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向以巴边境甲耶路撒冷发射几粒的火箭，表示这是回应以色列伫耶路撒冷犯下的罪行甲侵略。以色列随对加沙发动空袭，加做报复。We will not tolerate harm to our territory, to our capital, to our citizens, or to our soldiers. He who attacks us will pay a heavy price. 加沙走廊情势升悬，国际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各方采取行动降低紧张。后边也发声明表示，需要优先防止进一步平民伤亡。联合国安理会也召开紧急会议，英国会后并无发表声明。另外，谢赫贾拉社区的铁线问题，以色列最高法院决定采集宣判裁决，不过因为一直有暴力冲突，所以决定延期。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全球奖的主办单位也就是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不过最近因为种族甲性骚扰风波等等引起争议，就名星 Tom Cruise 宣布讲要甲金球奖3座奖项停顿去。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也发表声明，表示2012年未宣布金球奖的颁奖典礼。Welcome to the 2021 Golden Globe Awards. 由好莱坞外籍记者协会主办的金球奖，地位敢若输奥斯卡金像奖，是影视界年度重要的代志。不过协会最近争论不断，除了牵涉到种族歧视，也佮互人讲对演员性骚扰。对这代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宣布明年暂停转播。NBC 发声明表示，好莱坞外籍记者协会的改革需要时间加努力，所以会互因更较侪时间。宣布2022年无要转播金球奖颁奖典礼。另外，好莱坞明星汤姆克鲁斯伊完了用行动加入比赛，已经退回3座金球奖的奖座。When Tom Cruise does something like that, you know Hollywood really is going to even listen more.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a lot more celebrities doing things like this. 好莱坞外籍记者协会除了评选机制无够公开，一直互人批评。前主席捌发表种族歧视的言论，事后阁去互洛杉矶时报讲，协会内部无任何非裔成员。另外，协会也阁伫颁奖前，有人讲剧组乌色评审的议论，负面传闻完了互 Netflix。甲亚马逊以及华纳宣布抵制，不少好莱坞的明星嘛同齐响应。And it got to the point where it's like Hollywood saying, you know what, it's enough with your promises, it's enough with your plans. Do something. And that do something may be just really blowing up the entire HFPA organization and starting over. 历史协会也伫网站顶列出改革的时间表，一定今年8月选出新的董事会，佮增加至少20个新的成员，以达到多元性。另外，原来会有关于性骚扰防治的培训。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世界卫生大会伫5月24就要开幕咯。昨暗线顶注册报名时间也已经结束咯。台湾是连续5年拢无收到邀请。卫福部甲外交部拢表示讲会拼到最后，只要伫会期开始进前拢会赴。若阵真正是无法度参与，也会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是趁机会讲关心台湾伫遐假善假德，咱的外交部也对中国表达强烈的谴责。
WHA 世界卫生大会24开幕，线顶注册报名时间到7日止。台湾到即马还无收到邀请函，甚至会连续5年无法度参加会议咧。卫生福利部表示，进前有会议前1礼拜才受邀请经验，甲外交部即马目前拢会继续共同努力。若做真正无受邀请，原来会提交抗议函。我在会议前1周才收到，因为我们的情况跟其他会员国不太一样，所以事实上都还是有机会可以受邀。卫福部表示，到时阵抗议函会用自日内瓦办事处向世卫组织来提交。卫福部目前也当伫处理相关碎贴资料，将交由外交部设法由友邦提案这个方式来争取参加 WHA。最近国际挺台湾参与的声音不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阁公开要求世卫邀请台湾。中国外交部是批评美国干涉内政，阁讲中国上关心台湾人的健康。事实上，没有谁比我们更加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呢，中国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也做出了妥善的安排。外交部在这边严正的重申，相关的说法完全背离事实以及国际的认知。台湾人民的健康的人权由我国政府来守护，中国政府无权也没有能力代劳。外交部长吴钊燮伫 Twitter 顶悬批评中国的讲法是无体的白贼话，而且拄好显示中共袂当讲的实在话。外交部强调，中国恶意的主动是 WHO 袂当将台湾完整纳入技术性讨论的主要障碍。对这样代志，咱爱强烈谴责。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伫咧中南美洲友邦洪都拉斯，因是宣布讲会透过2018年含台湾断交的萨尔瓦多，向中国买武汉肺炎疫苗。大家也伫咧烦恼讲洪都拉斯甲咱台湾的邦交敢会出现危机咧？外交部表示讲会继续观察。新冠疫情冲击全球，各国拢在抢疫苗。咱中南美洲的友邦洪都拉斯卫生部透过推特表示，萨尔瓦多会甲因斗3天为中国买疫苗，洪都拉斯会尽各种可能为人民付出一切买疫苗。嘛，因为萨尔瓦多伫3年前甲台湾断交，转甲中国友好，洪都拉斯这个举动，敢是甲台湾的邦交出现考验。疫苗的取得是一个人道的议题，它攸关洪都拉斯人民的一个健康跟一个生命的安全，不应该被沦为政治操作的一个工具。我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一方以隐含附带的方式来提供疫苗，作为破坏台湾跟洪都拉斯邦谊的一个手段。洪都拉斯是目前台湾剩15个邦交国之一，中南美洲嘛是台湾邦交国上侪地区。中国做出新冠疫苗了后，佮积极展开疫苗外交，送予中南美洲11个国家，包括阿根廷、智利、佮有秘鲁等等。但是甲台湾邦交的国家拢无收到。面对紧张的疫情，佮互人烦恼外交对立又紧迫，朝野立委正面看待。洪都拉斯用了一个比较体贴的方式。透过第三国向中国买疫苗，我们也可以正面的、善意的来解释这样的状况。会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所以我们的友邦洪都拉斯，不管它跟任何的国家去采购有效的疫苗，我觉得都是好事情。我们不要用黑跟白友邦跟背叛的这种逻辑思维来看待。台湾甲洪都拉斯建交80周年，4月初9总统蔡英文特别录影片祝福，伊强调两国是重要的经贸伙伴。伫洪都拉斯向中国买疫苗进前，蔡总统的话话各有特别意义。我们也期待未来跟洪都拉斯继续深化伙伴关系。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咱国内出现本土疫情警戒也升到第2级。这礼拜6礼拜就要进行各种会考啊！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会考袂暂停。教育部也讲会用上界悬的规格进行防疫。这届考试家长袂当备考，考生爱磅体温，也着爱挂嘴安。另外，全国大专的大学运动会是照常举行，不过无被开放民众入去参观。这一箱应该是12罐。青天学业物资做好准备，因为疫情升悬，各种会考15、16举行。师大附中有将近1700名考生，老师佫较紧张，防疫工作袂当凊彩。有发烧
这样的情况的机会是大增的。那我们就可能所有的防疫物资都要用上之外，所有的东西都要再确认。就是各个单位他们要来会先提名单，实名制。那我们就是由各国中端的考生服务队来做考生的相关服务，家长是不能进来。教育部本来就采取真侪防疫措施，包含无开放备考，考生进场磅体温，全程挂喙安考试，考场开冷气，将后门关起来，开4边的窗仔，适度通风。另外，迎天考试照常实施，啊，不过为降低干扰，会暂时关窗仔来考试。另外，会考迄一天会增加酒精的数量，加强公共空间的清洁，搁派人加强巡视甲宣导。到现场去巡视，来让提醒我们，如果不小心口罩没有戴好的考生，或者是有一些在防疫上比较有我们看来是比较危机的，我们也会去提醒这样子的考生，提醒他，你不要用洗手之前不要去碰你的脸跟你的口鼻，手要常洗啦，就是2到3个小时，我一定就会习惯强迫自己洗一下。另外，伫台南城大举办的全台湾也因应疫情升级，宣布14个开幕典礼，选手无要入场，只有牙牌手甲部分裁判入场。闭幕典礼由下一个学校进场交接，选手教练无要入场，用直播拢无开放民众观赛。我们尽量把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这些足迹的资料，那我们把它纳入到我们的防疫的资讯里面。我们至少已经知道的可能的途径，我们至少能够预防到。现在强调，室内赛事人数会控制在100人以内，选手休困区会刷到户外，分区休困。另外，总统蔡英文是不是会出席，会搁甲总统府来确认。记者综合报道。东山会今仔日举行记者会，人力妇联会甲社福基金会因所有的美领导是用到无正当的手段所摕到财产。根据调查，美领导目前的价值大约是市价6.8亿，要伫咧30天内移做国有。不过妇联会表示，东山会违背法律程序，会提出行政诉讼。位伫林森南路半圆形厝顶的美玲楼，是妇联会甲社福基金会的办公室。东山会11会议认定，美玲楼是妇联会不当处置财产，建筑物所在土地公告现达6.8亿，需要伫30天内将土地建物移转为国有。这个房地就是绕圈圈的现存的财产，因此我们依当然条例的规定，令它移转为国有。捐赠这一个钱给妇联社福基金会的方式，由妇联社福基金会去购买土地美玲楼进前是国民党妇女之家的旧地址，经过调查，1956年，国民党妇工会为要筹建妇女之家，向国防部买限制上的厝，后来无够使用，1998年，妇联会捐6亿，和妇联社福基金会向国民党买起美玲楼所需要的土地经费。搁伫2003年，捐4.5亿，和妇联社福基金会去地下3站、地面9站的美玲楼。过去也捌真侪摆伫遮举办活动，东山会安尼认定美玲楼资产来自妇联会，资产看作不动东山。这个美玲楼的兴建也完全是合法，由这个社会福利基金会来兴建的，所以都是完全是在政府合法的程序下，我们使用这个大楼。除了我们将提起诉讼、依法抗争之外，我们也特别要呼吁，疫情当前，国人应该要同舟共济，党产会的政治追杀实在该收手了。妇联会表示，目前监视国民党的妇随组织，法院还未判决，不少妇联会财产也在停止审判中。今嘛，搁要将美玲楼收归国有，完全违背法律程序，将伫处分书送到了后，提起行政诉讼，呼吁东山会停止对杀。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这个世界上，咱拢用查甫来分做人的2大种类。其实事实上，还佫一个族群叫做下性别。今仔日就关怀同志团体开记者会来呼吁社会大众，不论是私人的企业，或者是公共场所，拢爱安排不分性别的便所，来尊重不同款的性别认同的人。台湾同志资讯热线协会11开记者会，指出下性别者伫工课场接拄到的困扰，包括求职受到歧视、穿制服、甲走便所互人刁难、强迫出柜等等。比如说，你履历表上面的照片的装扮，跟你的证件性别如果不一样的话，
可能就很难取得面试的机会。我已经以女性的身份生活2年了，平常在外面都是使用女厕没有问题，但曾经我有一次面试的时候，公司没有事先问过我，就擅自把我的状况告诉未来的同事，然后公司还要求我要下6层楼到1楼的大厅才能上厕所。协会呼吁社会做伙思考，便所无一定要以性别来做区别，若是有更较侪无分性别的便所，是会使互更较侪人自由使用。有设置性别优先便所的东吴大学表示，因设置这款便所已经5年左右，学生反应拢袂歹。当时所提的需求里面有很多包含隐私的问题，包含舒适度的问题，包含性别选择的问题等等。我们在隔间的时候，两侧的隔间我们是用10墙式的到顶。那我们的门呢？一般的厕所的门大概高度以往建制大概都在1.9米左右。那我们高度到达2.3米。常常看到在公共场合，女厕常常大排长龙，然后男厕空空如也这样子的状况。那如果是不分性别的厕所，其实就可以很有效率的让大家都可以去上这个空闲的空间。协会表示，有听过一寡人用尿斗的时，若是看到异性会无自在，协会建议会使用隔间，也是路线的设计，来互尿斗莫遐尔明显，解决这个问题。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伫咧中照福利内面有一种据点的服务，分做 A、B、C 3种，其中 C 就是伫咧街头巷尾咱的社区内面直接服务到大人。甲机关头一届邀请药师入到社区的据点，替民众来服务，互时大人唔免为着摕药啊四界走踪，也教这时大安怎食药啊，这是正确的观念。药师说明食药啊的时阵爱注意的代志。伊家己关的社区长照据点，即马开始有药师会伫内底替时大来服务。即马订了点遮摕就好，咱即马第3个月自往前，阮订了点遮摕就好，毋免过去到凉坑，也是到台安尼。咱即马是较方便。咱希望这老大人来，伊甲正确的用药的观念，伊学着了，伊嘛当推广等于伊的厝边头尾。若出到讲无来参加祭典的，伊会当去甲因讲，咱的144有啥物好处，遐药师会当去甲因关怀着啥物物件。社区的长照据点主要是提供时大一寡共餐照顾、社区参与甲减慢适龄的服务，但是因为久长病看医生摕药啊，对时大来讲嘛是真无方便，所以家己关整合药局资源，甚至18乡镇71个长照据点设置行动药师，方便时大来使用。你老人这侪岁啊，你要去到病就较无方便啦。即马有当食看，有当去病院派医生来，搁护士来，安尼就非常方便。首推的话会有41个点，会由我们药师然后到据点去帮忙做一些用药的一个把关跟咨询，甚至一些药物的一个整合与回收，这些都是我们把药师照护前进到144的一个目的。药师表示，真侪时大因为身体保养甲久长病，拢会食保健食品也是药啊，但是这当中有真侪物件拢需要注意。因礼拜社区除了方便时大摕药啊以外，上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来增加时大对使用药啊的认捌，减少错误的用药观念。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北荣总的新德分院最近特别引进生物检验诊断技术，加做头一批加入国家检验队的地方病院。因大先爱做的就是配合疫情需求，打造 AI 智慧化的检验环境，减少人员的接触机会。过去病人来到病院等抽血，差不多要开10分钟以上。即马透过这套 AI 系统，病人对报道到抽血完成，平均只要5分完整，大大减少等待时间，而且可以使减少人甲人的接触，降低疫情传染的风险。从报到到抽血结束，只要3-5分钟就可以完成了，不用特别跑大老远到市中心去大医院去看病，对，然后抽血上面的速度也有改变。对，不用像等候以前时间等那么久。目前呢，我们引进的这套系统呢，我们的满意度呢也上升了9.4个百分比。病院表示 ，AI 人工智慧已经是全世界的趋势，利用 AI 结合医疗技术，唔但减少人为的错误，可以使提升医疗资源的使用及品质。全自动化的这种服务呢，可以减少直接的接触啊，所以让我们整个在疫情的期间，这套的设备呢，可以让我们也减低
感染的机会。目前在当地的人口约10万人，不过过去设备明显无够充足。病院表示，希望透过科技，会使解决医疗资源长期欠缺的问题。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明仔载天气气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4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4度到36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3度到30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